女性一定要早啲意識到，喺被愛呢件事並冇咁重要嘅。冇人同你喺埋一齊係為咗令你幸福嘅，其實都係為咗令自己幸福。但好處嘅係，人生嘅幸福同被愛並冇直接關係。一個人可以好愛你，但佢唔一定可以令你幸福。令你幸福嘅構成係你自己嘅健康嘅身體、良好嘅財務狀況同埋富足嘅精神世界。總以為呢個世界上必須要有人愛你，親人、伴侶、朋友、孩子，甚至係陌生人，佢哋都被籠罩住必須要或者係應該要對你好嘅期待。但真相係，冇人同你簽過呢份合同嘅。關係嘅本質就係自由選擇。父母生你係本能愛你，但佢哋嘅愛都需要修行。伴侶選擇你係需求契合，但係持續付出需要智慧。朋友接近你係因為機緣，但留低需要價值共鳴。所有關係都係流動㗎，今日親密無間，可能聽日就形同陌路。但可以留住嘅唔係強求，係清醒。我允許你隨時離開，就正如我隨時可以轉身咁。他人嘅愛係流動嘅水，你不如挖一口井飲自己嘅水。如果你敢喺評論區對自己講3句話，你就係進行緊覺醒。第一句，我可能一世都唔會被任何人深愛。第二句，我接受呢個可能性。第三句，呢個並唔妨礙我好好活着。風吹過嚟，你可以感受，但無需捉住。自由從來都唔係你得到咗啲乜嘢，而係你擁有咗關係同生命嘅最終解釋權啊！